萨利嘎嘎马波隆吉米亚嘎咕。我们今天继续练习阿美语书写系统子音发音练习。今天要练习的是第二个子音，英文字母里面的 D。阿美语书写系统里面，它是属于舌尖边擦音，也就是它只有一个嘴型，还有发出来的气声。发音的方式，将你的舌头顶在门牙后面上颚的地方。另一种方式，你可以将你的舌尖轻轻的用门牙咬住，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发出舌尖边擦音。我们必须将气从左右的齿缝吹出去，然后发出摩擦的声音，类似现在我们配合母音开始练习。第一个母音啊、沙、沙，发音的时候气要从左右的舌头出去，才可以很正确的发出沙、沙缝、沙缝，货品、物品。第二个母音是semak，事情。第三个母音slinget，鼻涕。第四个母音slow，米袋或是小袋子。第五个母音苏嘎，伤口。好，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知道 D 的发音方式。现在我们继续练习单字部分。第一个单字拉拉亚，晚上。Saay katayra kaku anini alasaya. Saay katayra kaku anini alasaya. Saay katayra kaku anini alasaya. 今晚我不会去。第二个单字咖喱饼，鸡冠。Taangay kura咖喱饼 no ayam。Taangay kura咖喱饼 no ayam。Taangay kura咖喱饼 no ayam。那只鸡的鸡冠很大。第三个单字 fulas， 月亮。Sakapitu tu al fulas anini。 Saka pitu tu a fulas anini。 Sakapitu tu a fulas anini。 现在已经是7月份了。好，这是今天的单字，它可以放在词首、词中、词尾。第一个单字拉拉亚，晚上，它的子音在最前面。第二个单字咖喱饼，它摆在中间，鸡冠的意思。第三个单字 fulas， 月亮，它的子音摆在最后面。
这是今天介绍的子音，它很难单独的发音，所以嘴型一定要出来。好，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